假設你22歲開始出嚟做嘢，你起碼要去到40歲，你先會有年薪破100萬，仲未計通貨膨脹。20年後嘅錢值得啲咩？所以一個普通嘅打工仔，簡單嚟講，你係唔會做到財富自由嘅。Hello， 我係月希，歡迎翻嚟精緻女生研究所。呢個係專講女性成長嘅頻道。如果你想學變靚、變有錢、變幸運，成為一個走路大風嘅女孩，就記得訂閱啦。今次嚟講下一個普通嘅女仔點樣揀一條啱嘅路，成為一個走路大風嘅女孩，經濟獨立嘅富婆。而家呢一個年代，越嚟越多女仔都非常對於賺錢好感興趣，就係點樣賺到人生第一個100萬。大家仲係停留緊喺覺得賺100萬係好難好難，就算你喪 OT 喪勤力，你一年都唔會賺到100萬。但係其實唔係嘅，因為事實就係有好多工作係可以賺到100萬，只係好多人睇到嘅可能性太少。第二係大家嘅同溫層都係一個普通日復日嘅上班族，所以你身邊亦都冇例子俾你參考。如果你想突破而家嘅環境限制，我覺得女仔要接受嘗試新事物，不斷去提升自己，打開人生嘅可能性。以前啱啱出嚟打工嘅時候，我就喺度計，如果我打一輩子工，我可以賺到幾多錢呢？如果你做嘢會做30年，你20幾歲做到50幾歲退休，當你啱啱畢業大學，起薪點有2萬一個月，然後你穩穩定定有正常嘅升職加薪，中間又轉下工跳槽，你想去到月入10萬，你估下你要做幾多年嘢？答案粗略估計係20年。假設你22歲開始出嚟做嘢，你起碼要去到40歲，你先會有年薪破100萬，仲未計通貨膨脹。20年後嘅錢值得啲咩？所以一個普通嘅打工仔，簡單嚟講，你係唔會做到財富自由嘅。其實我觀察到我身邊賺到錢嘅人，佢哋賺到錢嗰個方式係波段式嘅，唔係一個線性穩定增長。意思係佢哋唔需要每日保持一樣嘅努力，係根據經濟狀況去調整步伐。例如2年前啦，經濟唔係咁好，因為疫情。呢啲時候好多企業家佢會專注進修自己，提升公司系統，優化架構。全球唯一曾經創立2間世界500強嘅企業家，稻盛和夫講過，低潮嘅時候就係你重建嘅好時候。佢話過，其實經濟危機咧就好似動物喺冬季入冬眠嘅狀態，只不過係蓄勢待發，儲能量等春天嚟到。同樣，當你喺經濟危機生意唔好嘅時候，好好裝備自己，增值自己，等到市場復甦就係你爆發嘅時候。所以如果你想賺大錢，一個好關鍵嘅重點係要識得把握機會，因為機會呢回事係瞬間即逝嘅。就好似幾年前咧，如果你喺嗰陣時開始做短影音啊、拍 reels 啊、做小紅書啊，你隨便拍啊，都超多人埋單。但係隨住越嚟越多人加入 Instagram 啊、小紅書各個平台都越嚟越難做，你已經冇可能用到以前嗰種方法去經營。有啲人會認為而家就係應該我要去奮鬥嘅年紀，而唔係打工嘅年紀。其實係有道理嘅，因為紅利流量呢回事係瞬間即逝。以前啱啱開始出嚟做自由工作啦，好多時我都會搞到自己好忙好忙，我會忙到凌晨3、4點，因為我會覺得如果我唔努力，我好似睇住啲錢走咗咁啊。直到有一日朋友同我講話，其實咧錢係揾唔晒㗎，如果我繼續咁樣落去，只會係無止境嘅追求，最後就會賠上我嘅健康。我用咗好一段長時間去調節自己，學識有適當嘅休息，因為健康係最重要。所以啦，賺大錢咧係離唔開一定要有一個健康嘅身體。
你以為你控制緊個身體，其實係身體控制緊你。好簡單，當你身體覺得肚餓，你可以唔食嘢咩？你覺得眼瞓，你可以唔瞓覺咩？又或者只要你身體某一個部分，可能你牙痛啊，你已經成個人癱瘓咗啦。好多女仔話想做副業，但係話自己冇時間。我覺得咧，如果你有時間而家喺度聽我講 podcast、玩 IG、玩電話、睇 Netflix， 有時間同朋友出去食飯，到底你係咪真係冇時間？重新檢視你嘅時間分配咗喺邊？呢幾年我有一個好深刻嘅教訓。在乎他人目光嘅人係一定唔會賺到大錢。啱啱開始做所謂嘅 KOL， 我好在乎每一個負評，俾人講一兩句，我會糾結成個禮拜，甚至曾經好激動去反駁啲負評，結果為我帶嚟好大嘅精神內耗。我見過有啲人話你鏟留言係唔啱㗎，然後我又會諗，我係咪唔應該鏟留言呢？但係睇住佢喺度，我覺得好篤眼篤鼻喎。慢慢我覺得其實 IG 就係我嘅地方，點解我唔可以鏟留言？更加重要嘅係，原來當我越回覆呢一啲 comment， 只會經歷越激烈嘅爭論。我就學識咗要無視佢哋，無視他人嘅評價，我淨係專心做好我自己。當我學識我唔再去在乎人哋嘅目光，人哋對我嘅評價，我會發現其實咧人哋嘅評價真係唔重要㗎。佢留一條 comment， 可能淨係用佢1分鐘，點解你要為咗人哋嘅1分鐘，然後令自己一整日甚至好幾日嘅心情都廢咗？同埋你係冇可能討好到全世界㗎。如果你好在乎人哋嘅目光，你冇辦法好自在做自己。你與其去 care 人哋鍾唔鍾意你，不如你 care 你鍾唔鍾意呢一個嘅你自己。最後，想令自己變得值錢，你要去思考，你而家每日做緊嘅嘢係少數點前邊嘅嘢，定係少數點後邊嘅嘢？我哋生活上大部分做緊嘅嘢，其實係少數點後邊嘅嘢。意思就係你做完，其實對你人生係冇乜大幫助㗎。例如做家務啦，執着喺一啲小事上邊，為咗慳少少錢，去排成個鐘隊，把自己搞到好攰，又或者你去處理埋一啲根本唔關你事嘅嘢。我覺得一定要學識有意識去成日思考3個問題，就係我想要啲咩，我而家擁有啲咩，我應該放棄啲咩。識得放棄係一種高智慧。我以前每一日嘅行程都塞到好滿好滿，我嘅工作係好多，因為我除咗share 網購資訊、做開箱，我接好多唔同嘅合作，仲要進修身心靈，去諗我身心靈嘅服務、寫課程。個問題係我只有自己一個人，我即係話我仲要拍片、剪片、整網頁，我係唞氣都唔得閒，我樣樣嘢都做。我反而係冇一樣嘢可以做得好好，更加重要嘅係我冇時間去思考，令到我人生點樣變得更好啊！如果人生嘅時間永遠淨係攞嚟處理當下嘅事，而非規劃未來，咁你永遠嘅狀態只會同而家差唔多。必須要學識抽時間，定期重新檢視自己人生而家有咩可以優化嘅位置。如果唔係，你就會好似係一架好有動力嘅車，但係唔知開緊去邊，甚至可能你開下已經開咗去一條錯嘅路，但係你又搞到自己好攰。財富係認知嘅獎勵，唔係勤力嘅補償。如果勤力係可以發達，農夫個個已經發晒達。我走到今時今日，除咗我自己，我亦都發現我身邊收入高嘅人，其實佢哋啦係比起打工仔冇咁辛苦㗎，因為佢哋嘅時間係花喺思考上，唔係盲目去窮忙。人係永遠賺唔到你認知以外嘅錢。好，總結來說，你想財富自由，最重要嘅係投資你嘅大腦，打開你嘅認知。打開認知包括令自己遇上啱嘅人。如果你而家未遇到一個幫到你、指導到你嘅貴人，你起碼可以去睇成功人士嘅傳記，例如馬雲、Steve Jobs，提升自己嘅思維，
眼界認知，唔好俾眼前嘅忙碌而家嘅環境限制自己。如果唔係，你只會一輩子都係一個為人哋賣命嘅打工仔。最後，如果你已經好厭倦呢家呢一種一成不變嘅上班打卡生活，做緊一份你唔中意又冇意義嘅工，渴望自由建立你喜愛嘅事業，最重要嘅係攞返人生嘅掌控感。我喺5月8號晚上9點半就有最新嘅課程蛻變計劃前導課，呢個1小時嘅線上課會解構你一直原地踏步嘅原因，分享成功者都識嘅顯化公式。點樣可以令收入有10倍嘅增長？令我年收入破100萬嘅底層能力公式，打開你嘅靈魂渴望嘅理想生活，同你一齊做顯化冥想，登錄屬於你嘅自由星球。呢一個課程原價係388，答謝月寶們一直對我嘅支持，而家開放頭100名免費參加，想要參加嘅快啲去資訊欄有報名連結，只有一場。期望你可以搶到呢一個100名嘅免費門票。5月8號晚上9點半，同你一齊離開呢一個平庸嘅地球。好啦，咁今集就到呢一度啦。鍾意呢一個節目嘅就記得訂閱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